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咱地方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回来了解。由双主车三广网有线电视甲台南市立图书馆共同推动的阅读节目“台南爱读册电视读书会”，今年迈入第9档。为了让更较侪民众会使感受到阅读的吸引力，今年也将节目转型，以整个城市拢是咱的图书馆的概念来制作。16号下午举办记者会。向市民朋友宣传这个好消息，市长王伟霆也亲自出席，呼吁市民要准时来收看。借着第3频道公用频道的这个推播，可以让许多的市民朋友们以及收视户都能够看到许多的好书，而且借着这个好书的点评借着这个电视读书会的这个评论，大家可以有一些对一些书的了解。那读书并不随着这个许多的手机的兴起或者是网络的兴起而应该被取代。我们觉得其实读书借着读书会的讨论，可以让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这个论点以及各家的一个感受，能够得到互相互动交流的机会。那我们觉得其实这个电视读书会不仅要做，而且要持续的这个推动。那也谢谢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个有线电视、双子星、三广网等等都能够全力来赞助，帮忙这个电视读书会这个节目的推动。然后台南市政府还是会秉持这个让我们电视读书会这种文风鼎盛的这种态度，能够让市民朋友持续在线上持续在这个电视上能够收看到这个优质的节目。这届也特别邀请台南知名的文学家王美霞老师担任主持人，除了邀请知名的作家杨富明来担任客座主持，也将录影的场地转换到台南每个充满特色的阅读地点。加上无共领域的来宾，要呈现文学当中无限的可能。第一个，我们一个主轴，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图书馆，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摄影的场景就带到所有台南非常有名的人文景点，草记啦，或是我们讲的林晴书店啦，或是我们的图书馆，还有呢，包括方圆美术馆跟这个鸟屋工作室等等。除了这以外，我们邀请台南的所有的艺术跟美学、建筑师、音乐家等等，我们有几个主题，从阅读声呐，还有呢，我们今天旅行到他方，还有台南的建筑美学，另外还有包括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是 New Style 的新时代，我们邀请许多的新的作家、流行的作家也跟着我们一起进来，包括我们有杨富明，我们有江娥，还有我们有阿春爸。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挹注，借着他们，还有我们的金曲奖的谢明佑，还有我们的建筑师杨明忠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今天看到台南的建筑的面向，还有台南的美学的面向，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方式让大家知道，阅读是无限的可能，阅读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在这些的美学中，我们可以全方位的让台南拓展更高、更深、更远，而且更宽阔的阅读版图。请各位拭目以待，我们带来的台南爱读册最新的一张新扉页。未来这个节目将会分做6大主题，透过各种的角度来介绍文学。第一集会伫2月12号来播送，到时阵将会由《花甲男孩》的作者杨富明甲王美霞老师共同访问《淑女养成记》的作者江娥。市民朋友嘛千万莫错过。台南新闻郭博仪采访报道。把内裤通交出来！动作快，动作快！有别一般凶神恶煞歹徒，但是警察局第1分局为了加强宣传效果，特别找来8位重机车队的辣妹车友，盘演银行的抢匪，借此向大众宣传疯抢的观念。也因为甲以往疯抢演练无同款的剧情，以及高演技的歹徒，这互在场民众纷纷拢表示真特别。对，蛮特别的。女生这样。对啊，都是女生，而且女生很帅。我是宝，大家好，我是平芳。这次扮演匪徒的演员，拢是来自野鹤车队的车友，对着会当协助警方宣传疯抢，因拢感觉到真荣幸。我们要协助警方做春安工作的那个防枪演练，这样。
呀，我们平常就都是好朋友啊。当他在提，我就想说，就是热心公益。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发挥创意，希望用无同款的演示，提醒民众提悬防抢的观念。另外嘛，呼吁市民爱多加利用警方的护车服务。过年期间，那钱财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有需要申请那个大额的提领的话，那可以拨打110，由我们辖区派出所同事为您付钞代保管的服务。虽然减了以往防抢演的警钟切记，但这种美丽吸引目光的组合，确实嘛达到了宣传的目的。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仁德工业区废轮胎工厂的大火，虽然经过了4天，不过当地真侪厂商还是忍袂掉臭味。上午伫个厂商协进会理事长的带领，用议会来တင်情，包括议长郭信良、议员郭凤仪、加永爱达理，嘛邀集市府、消防、环保、卫生、加采访办等相关单位来座谈，针对工厂的臭味、加地灾性的公害以外，要求公部门一定要有一套的处理标准，并且加强跨部会联系。希望咱有关单位会当严格来来监督这件事件，因为反正也是还佫持续，这灾害还佫持续进行当中，就是讲周边还佫足臭的，所以呢，顶讲迄场所，阮的员工大家拢即马拢无法度人上班，即马工厂已经目前来讲已经停工，行第4天啊所以阮嘛毋知影讲这重建，因为对这种大家拢惊慌。以我去现场甲看它生产线跟它的料库其实是连接着，拢一堆足大堆的。那到底它有没有超量去收受这一些回收的轮胎？这个环保局的部分可能还要去做事后的一些追查，是不是因为安尼来造成公共意外，公共危险？这拢咱必须要去做的代志。而且再来一点，如果在重启炉灶的时候，伊若个定在重建。那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风险在里面？这个我们也必须要去防范。除了空气污染的监控，另外在救灾方面，议长郭信良也质疑残火的处理无好，造成加长工搁再烧一解，表示是不是指挥出了问题？为什么又要再烧起来？因为伊的怪手伊有去啊，毋过伊画一寡伊共款伊看伊下骹看开，表面上已经化去啊，可是它还是有温度，它还是因为看掉的。总共这个残火处理了以后，可以报几开水灵才可以爬，可报再通报几次？通报几次？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我知道的是隔天的晚上。资料嘛据我所知，可再通报3开以上。你这个残火处理了以后还通报3次以上，你的大队有问题啊！那会使安尼做？你留一个分队，伫遐分队也要收消防队，也要派车，也要歇困，所以会怕无力的撤退，那造成了2次燃烧。了，干那去出2解，那会使出2解。因为拍无法，人就大堆就切啊。针对环保局空气污染的监控，虽然无达到红海或者是自保，不过伫个第一时间，嘛伫个脸书来发布消息，并通知教育局指挥附近的学校爱注意。不过当地厂商还是听袂落去，就算该废轮胎的工厂一切合法，不过厂商协进会嘛希望莫阁有后一届的发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廷辉、加议员陈怡贞、吴议员共同发起的募集爱心物资捐赠活动，今年结合登录爱心会、校第一食品、加侪善心企业以及财团法人培正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等，总共募集了将近250万的物资，将伫19号上午分别伫安南区、加北区来发送。预计帮助2300多户的低收入户。我们原则上在1月19号上午9点到11点，那我们正在证明的对象呢，来领免税是具有低收入户的资格呢，在安南区、北区、中西区的旅民。那安南区发放地点呢，就在安民路4段303至5号，
那中西区北区的发放地点呢，就在海岸路3段呢963号，也就是陈怡贞和陈廷辉立法委员的服务处。那我们这次预计呢，将捐出呢，我们的白米2万斤，玉米罐呢16800罐，还有生活日常用品清洁礼盒，包括凤梨酥礼盒2000盒，还有我们的卫生纸、酱油、沙拉油、盐、物资等各2370组。陈廷飞委员，还有怡珍这边，还有我们的郭信良议长，还有包含结合登录爱心会、陈家照文教基金会，我们来在这个农历年前发这个物资给低收入户，已经有非常多年的一个时间每一当过年前，咱就希望讲会当互咱所有的小朋友、给许多好的朋友有一个温暖，互因咱感受到社会爱心。那我们也期待说，我们这样子的动作可以让更多人加入这样的爱心的行列，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弱势的朋友，让他们都可以过个好年。新办的订立慈善爱心会，伫个现任理事长蔡和芳的带领。18天来，总共帮助发送将近5000多万的善款，并且帮助弱势族群的丧葬费用超过1000万以上。主要帮助安南区、北区、加中西区的低收入户。今年经过林德区的议员吴议员来加入，吴议员表示，希望未来会有更加侪企业甲社团来加入，让爱心会用散播到台南市每一个角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已经连续第15天伫东区举办寒冬送暖的议员创传，今年第一摆搬到新的服务处来发送，会当看到议员结合一善心人士所捐赠的白米等物资，甲年节礼盒堆满服务处。历今年经过统计，东区户下资格低收入户总共686位。下晡因抱着感恩欢喜心，意来领取场面温馨。为了肯定议员连续15天办公益活动，市长吴伟霆嘛专工到场，并且强调爱将活动纳入社会局的公益平台，和资源更充分利用。那凡是想要去了解说，某一区、某一些人、某一些团体到底送了什么物资的情况下，他就可以上平台去看，那了解说，原来有些这个弱势团体已经有人送了，他就可以去送。其他没有人照顾到的这个弱势团体，这样的话，爱心不浪费，而且能够做到这个均匀分配，那既不会患寡又患不均，这点是非常感谢社会局他们的努力，也呼吁所有的慈善团体、功德会、爱心会，大家一起来做公益。不过钱要花在刀口上，物资要发给需要的人。今年爱心公益行动，议员也特别邀请书法大师王世贵到场，现场写春联，嘛服务处充满过年的喜气。这次的寒冬送暖是在我们新的服务处崇明路111号第一次办，那可是我们已经连续15年了哈，在旧址已经办了14年，那第15年哈，我们在新址崇明路111号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哈，也象征了未来哈，这个迈向111的一个开始。那么也感谢我们各界大家一起的帮忙哈，我一些好朋友、企业大家一起的捐助哈，能够连续跟着旺泉做了15年哈。那也非常感谢各界，还有市长以及很多的里长一起来参与。为了关心东区的低收入户，东区包括小东、威下、中山、中信等各地的里长，嘛拢亲自到场赞声，会有更较侪人加入公益行动。台南新闻古文吉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
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日本静冈县的藤枝市这几年落来到台南举办物产展，希望透过各种的物产，让台南的民众更加熟悉当地的文化。今年也伫16号开始伫后火车头的百货举办物产展，除了知名的茶叶、煎饼、果干、果酱等等，今年也有准备充满特色的樱花棒，甚至是敲定门的香菇，也马上被买了。亲自带队的藤枝市议长首席信誉也非常感谢台南民众的支持。市会議長の藪崎です。今回、大円百貨店のご配慮により、この地で物産展を開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大変嬉しく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すでに物産展は8回藤枝からはこちらへ出展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ど、今回はFT グローバルという会社が合弁会社がエンタス企業様と合弁会社ができて。我们台南大圆百从即日起，16号到19号，总共有4天时间，在我们6楼活动中心举办这个静冈县藤枝市的物产展。那现场展出了很丰富的商品有它的特色商品，像果干、香菇糖果饼干等等。那为期4天，那希望各位来宾踊跃到我们6楼特卖会场来参观选购，谢谢。这届的物产展除了侪充满特色的商品以外，也会举办知名的倒茶会。民众只要来参与活动，就有机会参加茶叶100抓，将各种知名的茶叶炸回去厝。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林暗一直拢是台湾女性炎症发生的第1名。根据统计，平均每10万人就有70个人确诊。因此，卫生福利部今年10月通过了针对停经后荷尔蒙受体阳性转移的林癌患者，提供治疗药物的健保给付，除了会使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也会使有效维持患者病情的稳定。主要就是针对转性乳癌、那荷尔蒙受体阳性、HER2阴性的乳癌病人，那他如果 CTK46抑制剂再加上荷尔蒙治疗的话，可以延长疾病没有恶化的存活，也可以提升病人的存活期。那它的话主要就是作用在细胞周期，那它会去抑制 CDK46，那进而抑制就是细胞进入细胞周期，那抑制细胞的分裂复制这样子，那可以达到控制乳癌恶性肿瘤的效果。这个药物主要是口服来使用，但同时也会造成类似化学治疗的副作用，所以使用的时阵要定期来回诊抽血检查。它主要都是口服使用，所以其实使用上相当方便。那因为它作用在细胞周期，所以会去抑制细胞分裂，那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细胞，所以会有一般像化学治疗常见的副作用，像是血球低下，就是白血球低下、贫血、血小板低下，所以有时候会比较容易感染、疲倦。那另外也会有一些像腹泻、恶心、呕吐这些问题。那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定期追踪抽血，看看有没有血球低下的情况。目前已经有3种针对 CDK46抑制剂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核准。现在透过这个药物加上荷尔蒙治疗，也会使比过去单独使用荷尔蒙治疗更加有效果。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上新的医疗统计，大约有5成到8成的人罹患静脉曲张，而且这项疾病好发伫咧女性、肥胖、食薰，或者是徛久的人。症状的表现，双脚会出现蜘蛛丝，患者进一步恶化，还会变成双脚水肿，上严重的，还有可能会截肢。静脉曲张本身是一个进展性、一个动态的，慢慢会越来越严重。那最初可能只是血管变得比较粗，后来会变成脚很酸，然后水肿，然后耐受性变差，走路走不远，爬楼梯没有爬几步就受不了这样。然后到最后，甚至脚上开始会痒，抓破了以后就变成出现一些伤口啊，这个伤口不会好，因为血循变得很差，这样最严重可能甚至要到截肢啦。
静脉曲张目前治疗方法，除了会当穿弹性袜，改善血液回流，也则是锻炼小腿肌肉。另外，也有食药啊，以及手术等方式。最早期这个毕竟还没有被大量的研究之前，认为它是感染，所以都是以清创的方式处理。那晚近的时候是以剥除术，就是用这个我们健保也给付的就是以这个钢丝穿入静脉把它抽出来。那因为这个抽的过程比较容易流血，而且就是疼痛感所以后来再进一步就有人发明用这个雷射的烧灼。那雷射之前其实还有微波烧灼啦，不过雷射在能量的输出的控制上还有聚焦上更为稳定了，所以它目前变成我们治疗的另外一个主流。这样，医生强调，静脉曲张是一个真容易被忽略的疾病。近来因为辅具、药物、观念甲技术的进步下，已经会当伫短时间内得到妥善治疗。民众若是有副脚筋相关的症状，一定要赶紧就医，避免延误上好的治疗时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高都一向都有停车位不足问题，不过现在伫政府甲民间的共同努力，这套专台首创的智慧停车分段收益中心，将有伫市长吴伟铁甲经济部共叫的见证之下正式成立。为了市长欢喜甲透过该中心所汇集的数据，转到台南好停 App， 以后民众要找停车位，就免搁加设冤枉路。所谓智慧停车，坦白讲。无非是一个 App， 然后能够让这个有使用 App 的有这个下载 App 的这个民众，他能够借着 App 的帮助，能找到最适、最近，而且最容易走的路线的停车位。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这个部分的智慧停车，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第一个，我们要加强 App 的下载量。如果大家都上了线，大家都使用这个 App， 那当然就容易找到规划最好的路线、最适的停车空间。那如果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要去努力找。那第二个，智慧停车的部分是那个增加停车位的周转率。好，那借着停车位周转率的方向，当然是我们用许多新的那个 meter， 也就是新的这个智慧停车的停车柱。好，不管是使用地磁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总之要把可得的停车位、有空间的停车位，以及民众的停车习惯做成大数据，作为将来新设停车点以及这个将来停车空间的停车塔也好、停车场也好，我们新设的参考。虽然这套系统看起来真复杂，不过重点就是让民众减少找车位的时间，减少人力，卖当看到整个市区车位的状况等资讯，甚至预测分析资讯作为城市交通治理的关键。民众的这个停车即时资讯站，它其实整合了这个地磁的这个停车资讯跟这个宏基的停车立柱的全部的资讯都在里面。那所以呢，所有的台南的停车路段，然后包括路外停车场跟路边停车格，它都可以做这个引导的部分。所以如果民众在路边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呢，他可以到路外的停车场去做这个，就是一般的我们的立体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去做这个停车的动作。那台南市的交控中心呢，也可以做这个 CMS 的这个交通资讯的面板呢，就去发布说，比如说安平老街的周边现在已经停满车了，那安平路、庆民路已经停满了，那可以去水景公园或者是港滨公园这边的停车场去做停车动作。那所以这可以让民众就是有更多的选择。为了演化市政中心附近的智慧停车分段收益中心，在正式启用以后，嘛将开放给团体预约参观体验，看政府如何引进民间的科技来变智慧城市的交通服务。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那么在港节时间再会。